啱先仲係 U 型面噶，而家係 V 型面嚟噶啦。睇住塊面細噶，好明顯睇到個效果噶啦。麗珠蘭呢個回春針咧，其實已經風靡咗全球啦，包括去到歐洲、美國啦、東南亞所有嘅國家啦，全球都係會識得回春針。咁黑盒咧，香港咧打一支係12,000，但係一塊面嘅話咧，最少要打6至8支嘅。咁我自己上一次打咧就係用咗咧11萬嘅。咁今日咧我教你用一個產品咧咁癲嘅吓，係850蚊，係等於打咗4次。即係圍起200蚊做一次打10幾萬嘅麗珠蘭，咁每一次咧你一盒嘅話咧，你基本上咧你一個禮拜用一次嘅話咧，你 keep 到1個月。麗珠蘭咧打11萬咧 keep 3個月。我可以話俾你聽，仲要係一個好痛嘅一個過程，仲有康復期，有呢樣嘢又唔可以即刻見人啦。但係呢個產品咧，你搽完即刻可以見人。咁今日咧我就咧親自示範俾你睇咧，呢一個咧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整容效果嘅產品。因為麗珠蘭入邊嘅核心成分咧，就係我哋嘅外鼻體，細胞同細胞之間傾偈嘅外鼻體，佢可以用我哋嘅原始細胞去到一個目標細胞，一個護膚同埋改善我哋肌膚狀態同埋修復嘅效果咧，帶到去目標細胞，而且呢一個佢嘅嗰個 PDRN 嘅成分，亦都係我啱先之前所有而家市面上最高含量，包括一啲注射級別嘅 PDRN， 佢哋嘅容量咧都只係10,000,000嘅啫，最高嘅 PDRN 含量。呢一個有晒科研報告，亦都係符合晒商品說明條例，佢入邊嘅 PDRN 嘅含量係達到508,000個 ppm over 50% 嘅 PDRN， 係我而家見到市面上最多高濃度嘅最高嘅一個愛塗嘅一個產品，而且係可以得到喺我哋手上。某啲大品牌，我啱先講及嘅嗰啲麗珠蘭啊等等嘢，佢哋都要守護翻自己個針劑嘅嗰個獨特嘅 market 㗎。佢哋唔會將咁高濃度嘅嘢咧係擺喺產品度咧去俾你哋㗎。我哋買得到嘅嗰啲咧，而家暫時最高咧都係得10萬個 ppm， 呢個係50萬個 ppm， 係含量高達50%，而且佢仲係我哋嘅 exosome 再 crossover PDRN，exactly 就係我哋麗珠蘭嘅回春針入邊嘅成分。係啦，咁呢個咧我哋咧其實一盒入邊咧 total 有8支嘅，上面嗰行咧係 PDRN 嘅凍乾粉，下邊嗰行咧佢就係咧4支嘅一個咧溶液嚟嘅。你一定要用翻佢專用嘅溶液啦，去溶解咗嗰個凍乾粉。而且而家呢個技術咧已經係超越咗以前嘅技術啦，唔需要咩朝頭早溝啊、晚黑先用啊，咩都唔使啦，佢即溝即用嘅，同埋呢個分子好細啦，亦都要用翻佢高濃度嘅膠原蛋白水啦，溶解翻呢個凍乾粉。而呢個凍乾粉咧，佢入邊嘅 PDRN 咧點解要用得凍乾咧？就係因為要保存佢嘅高活性同埋一個真實嘅一個效果，同埋佢係真空包裝嘅。大家只需要咧按住指示啦，即開即用。建議大家咧係要一次性咧係用晒佢為之最佳嘅，越擺代表越浪費。好多人咧成日話怕嘥，可唔可以用唔晒嘅話擺入雪櫃啊？其實我係絕對唔支持呢一種做法嘅，因為咧人哋本身做得咁樣嘅包裝咧係玩到注射醫療級別嘅，係邊個係會將啲針劑會再擺個嘢？其實個活性已經係不停咁降低。第二日咧你只可以當一啲普通嘅一啲護膚品咁樣，你就直接咧液體倒入固體，聽住係液體倒入固體，倒入凍乾粉度，吸翻埋個蓋。佢入邊就算有送你奶嘴咧，你都唔需要用嘅，因為點解咧？我係一次過會用晒佢。咁你熬幾下咧，其實佢已經即時用晒佢咯。咁用完之後咧，就係用你嘅手，全面眼都可以搽下。記得下巴頸唔好放過，因為咧外鼻體再加 PDRN， 佢入邊就係用咗三文魚精子入邊嘅成分，入邊有大量同人體接近度高達94% 以上嘅一個生長因子，可以刺激我哋嘅母體纖維蛋白啦，去做一個增生啦，去修復翻我哋受損嘅細胞啦，同埋咧令到我哋每一層皮膚之間嘅距離咧係即時緊緻嘅。所以咧點解啲人咁中意打回春針啊，同埋咁中意麗珠蘭咧，就係因為佢係達到一個即時嘅效果，係同我哋嘅 DNA 係最近似噶。特別有雙下巴嘅朋友啦，面部浮腫啦，因為中意捱夜啦，我哋女士咧，其實20歲打後咧，每隔1年咧就會流失2% 嘅膠原蛋白啦。除咗唔識得自己增生之外咧，仲會 keep 住流失嘅。咁所以咧，其實除咗補充膠原蛋白之外咧，我哋亦都要修復同埋咧，令到我哋自身膠原蛋白。咁但係我哋唔識生嘅啦嘛，但係 PDRN 再加我哋嘅外鼻體嘅配方啦，係可以令我哋咧再生翻自己嘅一個自身膠原蛋白嘅機制。呢樣嘢係最難得嘅。嗱，你會覺得咧，咦，點解你呢個精華好似特別稀嘅？大家記住啊，稀唔代表係唔好嘅嘢，稀得代表咧佢嘅分子好細。越靚嘅嘢咧，佢達到一個針劑級別咧，佢更加稀薄，更加快吸收。
你不停咁去塗抹，直接用晒成支為止。塗抹嘅話咧，可以配合翻一啲手勢啊，同埋咧了解翻個肌理咧係向上去兜啦，跟住咧可以眼啦，跟住做埋一個提眼提眉嘅效果啦。你睇我一路搽一路尖緊，一路已經尖緊，睇睇塊面已經變咗啦。呢個位直角成塊面變咗拉長型，啱先仲係 U 型面噶，而家係 V 型面嚟噶啦。睇住塊面細噶，好明顯睇到個效果噶啦。你每日令到自己有緊緻拉提嘅效果，呢個咧係刺激入邊自己去增生膠原蛋白，好黐線啊！即時 V 噶吓，同埋咧佢你自己都感受到咧入邊咧係有一種好似魚網絲襪咧笠住個頭打結嗰啲咧，一嘢戚起咗咧係有嗰個感覺噶，嗰個緊緻拉提嘅感覺。你哋不能錯過呢盒嘢，我同你講。你睇我咁樣已經成支用晒，我真係用得晒。你哋都要啊咁樣用啊，唔好怕嘥啊。其實真係其實圍起都係200蚊一支啫嘛，你怕乜啫？我話咗我打一支針係11萬幾噶。嗱，搽完啦，唔單止水光肌，而且咧，因為其實我哋係有啲面肉咧，你係可以有面肉嘅，面肉係福氣嚟噶嘛。但係年紀大咗咧，係流失咗膠原蛋白咧，佢冇咗力度去撐起啊，佢可以令到我哋入邊嘅嗰個母體纖維蛋白咧增加翻彈性，衰老全部唔係問題嚟嘅。佢將個彈性即時去拉提，同埋刺激咗個底層。唔該，幫我留10下。呢個係而家目前為止我見到最高㗎，而且麗珠蘭個針劑入邊都冇公開過成分，佢有幾多個 ppm 嘅 PDRN， 而且呢個產品明碼實價話俾你聽，我含有508000個 ppm PDRN， 呢個黐線㗎。佢仲有 exogen 嘅成分啦 ，exopdrn，exactly 就係我哋麗珠蘭入邊嘅回春針入邊嘅核心成分。平均每盒810蚊，再送你4支嘅修復霜，係26支啊！吓，26支啊，等於2支正貨裝嘅佢嘅王牌產品，而且呢一個咧嚟緊咧會喺韓國嘅全國嘅醫療級別嘅藥房上架嘅，所以你睇下咁神奇嘅產品，而家先賣呢個價錢，850蚊係夠我哋做4次啊，810蚊做4次，仲要送你26支嘅呢一個潘瑪斯專享嘅，可以咧代替類固醇，解決所有皮膚敏感啊、痕癢啊、濕疹啊嘅一個修復霜。